三五知己摸住酒杯底享受歡樂時光，開一支中檔次嘅紅酒，連埋稅消費要400幾蚊支。有建議政府下個財政年度將酒稅由而家嘅40%進一步到免稅，食肆可以引入更高檔次嘅紅酒俾消費者選擇。減咗紅酒稅之後，其實對相對底下咧，咁起碼而家飲餐酒，佢哋個價錢唔會話太過升幅得太大啦。咁變咗即係嗰啲人嗰個飲嘅心情比較放寬啲啦。咁所以佢哋即係加埋，我諗而家係個市場趨勢，嗰啲人對餐酒嗰個認知係深咗，咁所以即係多咗人飲。亦有酒商認為，本港紅酒嘅主要客源係內地旅客。佢哋自己國內人都唔信國內嘅，驚佢假酒。但係覺得我哋香港嗰個 image 形象上咧，同埋咧誠信咧，比起國內嗰啲鋪頭咧係大好多。業界認為，如果政府進一步減紅酒稅，咁香港將會更加有機會成為亞洲區嘅紅酒交易中心。前專業品酒師協會主席認為，要達到呢個目標，仲要配合欣賞紅酒嘅文化。葡萄酒好得意嘅喎，葡萄酒原來你有文化咁去飲，同埋冇文化咁去飲咧，係兩碼子自然不同嘅事嚟嘅喎。有冇文化咁去飲，你淨係識得大大杯去劈啦，我哋叫做，甚至乎咧可能係中國好多飲酒嘅人咧，將我哋嘅紅酒好靚嘅紅酒都走去加冰、加汽水或者加水，嗰啲我哋叫冇文化嘅飲法啦。佢建議喺認可嘅教育機構提供品酒知識嘅培訓之外，旅發局亦都可以撥款推廣香港係紅酒欣賞同貿易嘅強項，刺激業界發展。香港寬頻電視記者陳佩琪報導。